咁啊，今屆世界盃改咗制啦，咁啊有32強呢個機制嘅，咁啊變成呢小組賽第3名有機會頭8名咧可以復活入到決賽周，入到呢個淘汰賽階段。好啦，咁啊琴日咧終於圓滿結束32強嘅賽事，咁啊16場波踢晒噶啦，咁啊今晚咧就打16強嘅賽事啦，咁啊呢啲球隊咧就會爭入8強嘅席位啦，咁啊16去8。好，咁啊首先呢，見到左邊上面咧就巴拿馬打法國啦，跟住咧就係加拿大對摩納哥，下面啦葡萄牙咧就打西班牙。咁啊兩支歐洲球隊，平時屆屆咧見到兩支歐洲嘅球隊喺度淘汰賽階段咧，通常咧呢啲波咧就會激烈啲嘅，精彩啲嘅。好啦，咁啊下面咧就係美國對比利時，咁啊到右邊啦，巴西就對挪威，跟住另一支主辦國墨西哥就打英格蘭，下面啦琴日出線嘅阿根廷同埋埃及，咁啊最底啦瑞士咧就會打哥倫比亞啦。咁啊暫時以今屆世界盃嘅表現啦 ，OK， 咁啊暫時預計咧應該係法國、摩納哥會出線啦，咁啊應該下面咧應該就係西班牙，可能美國會偷到雞，可以晉身到8強嘅。咁啊右邊啦，巴西對挪威咧呢啲唔博，可能挪威出到線。咁啊墨西哥對英格蘭咧，咁啊大家通常都會支持英格蘭出線嘅，不過咧身為主辦國之一嘅有主場之利嘅墨西哥，可能擊敗到英格蘭。咁下面啦，美斯打沙拿，咁啊相信應該阿根廷都可以出到線嘅。咁啊下面啦，瑞士打哥倫比亞，不過咧我就估哥倫比亞應該會出線嘅。琴日咁啊3場波嘅波膽，3場我估中咗頭場，咁啊真係咧澳洲打埃及，結果就係1-1，咁啊最嬲尾咧成功晉級咧就埃及，咁啊呢個咧個流程估中晒啦。咁啊第一場波見到咧埃及先開紀錄啦，其後澳洲追翻和，咁啊去到加時咧都互無紀錄嘅，最嬲尾射12碼。咁啊首先咧澳洲射失，去到第4彎咧埃及4個球員都入晒波嘅，咁啊最嬲尾嗰球咧都中咗橫楣，咁啊變相咧最後嘅12碼4-2，埃及順利晉級下一輪16強嘅賽事。咁其實澳洲成場波都踢得唔差嘅，都有反撲嘅機會啊，進攻嘅機會啊，澳洲都打得非常之好。咁冇辦法啦，12碼咧就爭少少，運氣唔夠啦。咁啊澳洲今屆咧就到此為止。咁啊第二場波，哇估唔到阿根廷打佛得角咧，打得咁刺激，打得咁唔流暢啊，叫做佛得角真係今屆世界盃嘅黑馬。咁啊又和過西班牙啦，和過烏拉圭啦，和過沙地阿拉伯啦，嚟到淘汰賽階段啊32強嘅時候對上上屆冠軍阿根廷，哇都搞到球王美斯一鑊粥。咁啊首先阿根廷先開紀錄啦，咁啊其後咧佛得角竟然可以喺59分鐘嘅時候追平啦，咁啊令到呢個比賽90分鐘法定時間1-1，咁啊去到加時30分鐘啦，咁啊阿根廷咧再開紀錄啦，先入波去到2-1，跟住去到103分鐘嘅時間咧又再次俾佛得角追平咗2-2，咁啊又重新嚟過啦，咁啊去到咧加時下半場尾段111分鐘嘅時間，咁啊令到佛得角嘅球員咧變成一個 on goal，咁啊令到呢一場波最後結果3-2，唔需要打12碼。咁啊如果去到12碼，真係呢場波嘅壓力咧就會更加大啦。咁啊好彩咧，咁啊去到加時階段咧就完成咗個比賽啦。咁其實呢一場波咁啊一定係上屆冠軍嘅阿根廷嘅實力高一啲啦，咁啊佔嘅時間多啲啦。咁啊估唔到呢個細嘅國家佛得角竟然都可以反撲到喎，仲可以喺上屆嘅冠軍身上咧入到波，仲要唔止一次喺加時階段咧都可以入到。咁啊呢支球隊值得讚賞，值得表揚。咁啊今屆踢得非常之好啦。咁冇辦法啦，始終實力同經驗都係爭阿根廷少少，踢到咁樣已經係咁啊贏到好多人嘅掌聲噶啦。咁啊真係踢得非常之好。咁啊美斯都會踢得沮喪啊，你呢場波比較。
心諗哇可以領先，應該贏啦。點知每次諗到以為贏嘅時間，又俾到佛得角追和。最後尾都能夠順利晉身下一圈嘅賽事，去到16強。贏得有驚無險啊！嚟到尾場啦，呢一場呢就係32強最後一場賽事。16場波全部踢晒噶啦。下一 round 呢就所有球隊踢16強嘅賽事啦。由今晚開始。之前呢就每日3場啦。嚟到16強嘅時間呢，將會呢就兩場咁樣去噶啦。琴日尾場就係哥倫比亞對加納啦。琴日哥倫比亞14分鐘已經先開紀錄。呢場波我就估咗2-1啦。最後結果呢係哥倫比亞1-0小勝。其實呢場波主導嘅就係哥倫比亞。20次射門8次中目標，產生咗1個入球。而加納呢邊呢8次射門0次中目標，基本上呢無論世界排名實力真係加納爭一班嘅。呢個冇辦法，都算踢得唔錯噶啦。1-0有交代。哥倫比亞順利晉身下一圈。加納到此為止。哥倫比亞雖然贏咗呢場波，但係呢傷咗2個球員。睇下去下一圈個調整又係點樣啦。今屆世界盃16強終於開打啦。第一場波率先打嘅又係主辦國之一嘅加拿大。加拿大呢就打摩洛哥。世界排名呢，摩洛哥呢邊呢好過加拿大一班。相信摩洛哥應該係贏到加拿大出線嘅。同大家講翻小數據啦。加拿大一路行到嚟16強呢，對嘅對手都唔係特別強。對過波斯尼亞、卡塔爾、瑞士喺小組賽。上一輪32強嘅淘汰賽以1-0擊敗南非。另一邊廂啦，摩洛哥呢一邊呢，小組賽對過嘅對手強嘅對手呢就有巴西，嗰場波1-1。另外2場小組賽呢，摩洛哥都能夠贏到嘅。1-0贏咗蘇格蘭啦，4-2贏咗海地。嚟到淘汰賽階段32強呢嘅對手就係荷蘭。同荷蘭呢1-1打和之後呢，再 KO 咗荷蘭嘅。嚟到16強，加拿大呢就打摩洛哥啦。佢哋喺上屆世界盃小組賽已經對戰過噶啦。4年前嘅 result 呢就係2-1，摩洛哥入2球。加拿大嗰邊呢係憑住摩洛哥嘅 own goal 而產生嘅2-1。4年之後啦，加拿大嘅整體實力已經係高過4年前噶啦。不過嗰個高度仲未夠贏到摩洛哥住嘅。始終摩洛哥上屆嘅黑馬行到4強。相信今次呢加拿大暫時嚟到16強呢就需要止步啦。呢場波能夠入到8強嘅絕對係摩洛哥。16強嘅賽事今晚呢只有2場嘅啫。另外一場呢就係巴拉圭要打有能力問鼎冠軍嘅法國。今屆嘅法國4場波呢都係大比數嘅紀錄嚟嘅。而法國當然高班過巴拉圭啦。雖然上場巴拉圭呢能夠逼和我愛隊德國。12碼階段呢 KO 咗我愛隊德國。嚟到16強呢就打法國。法國呢一班波同德國嗰班波好明顯喺今屆世界盃睇到2個級數嚟嘅。深信巴拉圭呢應該頂唔住法國嘅攻勢。我估法國入2球就會收工噶啦。因為下一場嘅對手好可能，下一場嘅對手應該呢如無意外就一定係打摩洛哥嘅。話晒摩洛哥，上屆都入到4強。法國好可能去到70分鐘到80分鐘呢就換晒一班主力落場噶啦，同埋要避免主力受傷去迎戰下一場8強嘅賽事。所以我估呢場波應該法國係2-0就收工噶啦。唔知觀眾嘅你哋又點睇呢2場波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，你點睇呢2場波？你哋又覺得呢2場波嘅比分係點樣嘅呢？如果仲未訂閱我嘅頻道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